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翻頁人生，我係 Yvonne Lin。今日要同大家拆解權力的48條法則第12條，有選擇地運用誠實與寬大，讓對手放下武器。呢條法則好有趣，因為佢唔係叫你成日用陰謀詭計，反而係話你適當時候用誠實同寬大態度，反而可以會收服人心，令對手都唔再針對你。有個好經典嘅故事，講緊法國國王路易16時期，有個叫塔列朗 Talleyrand 嘅政治家。塔列朗本身係個好叻嘅外交家，佢識得點樣用誠實同寬大去收服敵人。有一次，佢嘅政敵被揭發咗陰謀，所有人都以為塔列朗會落井下石，結果佢反而主動走去安慰對方，仲公開講對方其實都係為國家好，唔應該接受懲罰。對手聽到之後，本來好驚，點知塔列朗咁大方，反而覺得自己唔需要再敵對，甚至之後仲成為佢嘅盟友。塔列朗就係靠選擇性咁用誠實同寬大，令敵人放下戒心，最後變成自己人。仲有一個例子，講緊中國古代曹操。曹操打仗贏咗之後，唔係殺晒俘虜，反而釋放咗一部分敵軍，仲俾翻啲糧食佢哋翻鄉下。結果啲俘虜翻到去之後，四圍幫曹操宣傳，話佢好仁慈。之後打仗嘅時候，其他敵人都唔敢咁拼命，甚至有人主動投降。曹操就係識得幾時要寬大，幾時要收手，令敵人冇晒鬥志。講返現代職場，其實都一樣 work。你諗下喺公司入邊，有時你同同事爭上位或者爭做 project，大家明爭暗鬥好正常。有啲人中意踩低對方，想自己上位，但係你可以試下反行其道而行啦。譬如有次你同另一個同事爭一個大 project，最後你贏咗，老細揀咗你做項目經理。呢個同事本來心有不甘，甚至暗地裏想陷害你。呢個時候你唔好得戚，反而主動揾佢傾偈，話其實我都好欣賞你之前啲建議，如果你唔介意，之後一齊合作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咁成個 project 一定做得更好啊！你甚至可以喺 team meeting 度公開多謝佢之前嘅努力，咁樣對方就會覺得你唔係想踩佢，反而係想一齊做好件事，慢慢放下戒心，甚至之後主動幫你。你就用咗誠實同寬大，收服咗一個潛在敵人，變成自己嘅助力。點樣實踐呢條法則呢？其實唔係叫你咩時候都要做大好人，而係要識得選擇時機。當你贏咗或者佔上風嘅時候，適當咁展現誠意同寬大，主動釋出善意，對方反而會覺得你值得信任，唔會再同你作對。你可以主動邀請對方參與，公開肯定對方貢獻，甚至喺適當時候坦白自己都會有不足，令對方覺得你係真心合作。記住唔好假仁假義，否則人哋會覺得你有目的，反而唔信你。總結返第12條法則就係教我哋唔好成日只靠硬碰硬，有時適當咁用誠實同寬大可以收服人心，化敵為友，令自己行得更遠。職場唔係打仗，識得點樣令對手放下武器先至係高手。嚟到互動時間啦，你有冇試過喺公司遇過啲死對頭，最後變咗好拍檔？定係你有冇用過誠實同寬大，成功收服過潛在敵人？快啲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經歷啦！如果你中意呢啲職場權力法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啲 friend。下集我哋再拆解下一條法則，唔好錯過啊！多謝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